啲咁唔同嘅顏色嘅公仔係冇得意咧？呢啲唔同咧，應該有一種力量嚟嘅，一種啟發、創作性、包容性。但係呢種唔同，包括咗係政治上唔同嘅時候咧，就變成咗一個分歧或者爭拗、仇恨。今日係為咗呢個 ICE 嘅事件嘅時候咧，每睇到新聞都唔開心，因為社會嘅對立分立，仲會有人死亡添，更加係好傷感嘅事。咁喺度諗到咧，係我哋立爾遜會長講嘅尋求 peacemaker， 覺得自己嘅意見唔係咁重要，唔一定用自己嘅方法解決問題。咁聽人講嘅時候咧，人哋講嘢好似同我嘅思想唔同，我好想反駁，但係一個人嘅思想，特別政治立場啦，嗰個思維咧，唔係一時間去改變，一定要長期嘅改變。咁耶穌基督福音不嬲都係以長久忍耐，又有恩慈咁去嘅道路嚟嘅。我哋唔係靠鬧佢哋，或者靠拗贏佢哋，而係靠愛。咁喺呢個嘅經文裏邊都講啦，博愛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我哋不妒忌，不張狂，不自誇，不求自己處，不輕易發怒。所以我盡量咧唔好輕易發怒，去從人哋嘅眼光去佢嘅角度去同人傾偈。嗰啲對於支持強硬政策嘅人咧，我會了解佢哋，認同佢哋，佢所追求嘅有秩序、有平安、有呢個嘅唔容許邪惡嘅社會，佢所追求嘅嘢，肯定佢哋。但係佢啲反對強硬霸道政策嘅人咧，咁我又要認同同埋係支持佢所追求嘅嘢喎，就係人權民主、珍惜生命，唔可以有任何組織咧係凌駕法律之上嘅。咁當人哋覺得有人聽佢講啦，關係先可以修復嘅。咁我覺得身為耶穌基督嘅追隨人信徒啦，咁我哋有責任，我自己有責任咧，去將呢個社會變得更加有愛和平，就係去了解他人。咁自己都有意見噶嘛，咁唔講出嚟嘅時候，可能會有憂鬱症啦、唔開心啦、壓住嘅。咁所以我哋祈禱，我自己願意祈禱。咁祈禱嘅時候咧，我講出我自己嘅禮法，奉基督嘅名。咁我感覺到聖靈天父真係差遣聖靈咧，去安慰我，去開啟我嘅智慧，去睇到人嘅點諗法，亦都開啟我去令到自己點樣去改變自己嘅諗法，嘅睇事行為，咁令到社會更加和平有愛。